台北城市科大演艺科学生最近要演一出全台语的舞台剧，叫做《爱声款》，也是因的毕业制作。内容是讲到1920年代的大场亭，探讨传统教育甲女权观念。3月时阵也要伫咧大场亭演出。 一位都会女性雄雄倒转去到1920年代的大场亭，引发古早甲现代社会教育、男女地位等等观念的冲突。剧本爱写款改编莎士比亚的《顺汉记》，探讨女权的议题。在《顺汉记》里面，我们看到的是女权在那个年代的不公平，那我们自己把它去萃取，然后改编成我们想要主要讲女权。 公与不公的这件事情。你就是当外文啊，无代志顶茶啦，阿三泡茶啦。好。哎，一样，你怎么一样？城市科大演艺科的应届毕业生，头家用全台语的方式演舞台剧，内面嘛有来自高雄的同学，掺入家己捌听过的台语俗谚，自行发挥，让几出戏更较活泼。里面就有加了一段就是俗语一定会用到的东西，直接来咯。 一刀加落去，歹运随风去。今日好日子趁钱，哪趁水？嘛有本地袂晓讲台语的同学，哪排戏哪做伙学。同学听到我错，就一直纠正我。对，那现在是真的觉得有比较好，有比较流利，然后甚至觉得好像台语也蛮好玩的。学生表示，这款的相似，除了剧情需要，嘛希望把台语推广至日常生活，更加希望大家透过这出戏，了解到爱有真侪形式。记者伫个问题小凯，新北报道。